要分享的题目是选对才会赢，选对才会赢。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是你竞选阮，毋是阮竞选你。因为你的竞选，互阮用信心来回应，阮才会通得到赢的人生。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才安尼去行，互阮拢会通同得属天的福气。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通做伙伫遮学了敬拜，咱会伫保罗的目睭内是看做讲恁遮外邦人啦吼。因为上帝恩典，咱来感谢。第二个吼，就是因为保罗伊拍开迄个外邦福音的门，所以咱今仔日才会通有福音来听。所以咱嘛爱感谢保罗吼。保罗伊毋是干那讲我为着外邦人，其实伊的心嘛是咧为着遮犹太人来祈祷。咱来读这段圣经来，因为我为着我的兄弟，我的骨肉的至亲。就若本身受咒诅，离开基督，要甘愿。所以伊有迄款的心肠，伊毋是干那为着遮外邦人伫遮来传福音。所以伊讲我为着我的骨肉至亲，我有迄款的负担继续我为因祈祷。所以伊写批互遮个罗马教会，也是讲写批互遮个教会的批示的中间，伫提醒。这个福音是一个什物款的福音，会通拯救人袂？咱来读这段来，因为我无了福音做见证，因为是上帝的权能，要救拢众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总是透过因将这个福气。要互希利尼，就是代表外邦的世界，外邦人就是表示讲你我有这个福气会通得到。所以咱看讲，保罗伊透过这个批示，要互各教会，就是要甲因讲上帝的救恩实在足奇妙的吼。拄我阿嬷讲，哇阿嬷，这个年纪99岁会通信耶稣，嘛是一个恩典啊，阿妹吗？有的人感觉讲，我活到遐老你要叫伊接受一个无共款的信仰，其实足无简单吼。但是上帝的圣神感动吼，就会通改变吼。念伊伫影片内底，也会通互咱看讲，当人认为讲无可能的代志，伫上帝就要互伊真做有可能。也正就保罗所讲的这亚干那接机的这个比喻，要帮助咱明白讲，哇，伫这个信仰内底。有啥物款的上帝的奥妙？咱面对上帝，伊要互咱的一个选调。有当时咱掠做讲，是我来信耶稣，是我来选耶稣的呢？毋对，所以圣经内底讲，是耶稣来选咱，是耶稣来选咱。但是咱要用信心来回应伊也无，还是你用啥物款拒绝来回应吗？还是用信心？所以今日咱透过帮我按一下，透过这可以吗？好。上帝互咱有恩典嘛，所以伫圣经内底讲，我的恩典甲我的选调是无后悔安尼，这个恩典要互人是到底上帝会后悔袂？伊讲伊无后悔，还是咱人会后悔我拒绝这个恩典，所以保罗伊用这亚干那甲咱一般咧种的这个干那来做一个比喻啦两种树的比喻到底有啥物无共咱先来看。这是一般的一个橄榄树那去克西马尼园，咱有看讲哇，伫耶稣的时代进前迄3000多年前的这个橄榄树老长拢伫遐，拢会当看到。正平这是野橄榄伫遮咱看保罗伊用无共款的这个内底比如讲犹太人甲外邦人咱来看这段圣经来。耶和华捌称你的名做青翠的橄榄树，好看也结好果子。伊用花嚷的声起火伫伊的顶面，枝碗也受压制。万军的耶和华早栽培你的，打命令在的攻击你。是因为以色列甲犹大家行歹，
用百力烧香惹我的受气，家己做家己受，家己做家己受啦吼。所以伫遮咧讲这橄榄树本来是代表以色列因为因离开上帝，过在上帝救恩，然后去拜巴力拜遐个神明，所以因哪像受压起来安尼吼，是咧代表犹太人即以色列人，总是即个亚干仔，就是咧代表外邦人安尼啦吼。有讲到讲迄个接机，你若捌做过实的毋知有正过果子接过机的兄弟也无？有无？有啦吼阮细汉阮阿公伊咧种规山坪的果子，所以阮自细汉就拢有啥物果子就食啥物果子吼。常常我有看阿公也是阿舅，因会去接机，就是种品种的改良。一般的改良是讲摕好的迄个品种，然后接伫迄个树头对无？伫遐甲切甲插咧，然后甲绑起来安尼吼，甲垫咧，互伊会通有无共款的即个水的好的品种安尼吼。总是有人咧笑讲保罗，你是咧讲啥？迄个接机你讲了毋对，这毋对。其实伫巴勒斯坦，伊有一个无共款的特殊的情形就是讲将即个野干仔的枝即个幼枝伫遮来接伫老丛的顶面，因为有当时即个老丛未结果子啦，所以用这野干仔可能伊的生命力较强。伫遐接伫伊的花，然后刺激讲你这老丛未生，叫它刺激到怎会生安尼吼。所以保罗伊用这个接机咧讲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因这外邦的这基督徒甲这犹太基督徒，检在伫信仰顶面有小可有一寡只的无共的看法的冲突。所以保罗咱看最近咱咧讲罗马书，就是咧讲起迄个伫主内，也是讲伫迄个外邦，迄个信仰面有一个无共款的调整即个犹太人因为因无信啦无要相信拒绝耶稣诚做这弥赛亚，所以因好亲就受压起来被责迄款的一个无信的关系，所以离开着即个藏嘛，即个上帝。透过族长恩典的约第二，咱来看讲，这个天生的野干仔因会去接伫迄个花顶面，就是代表讲因会相信，因为以色列人因毋信，所以有机会将即个恩典的福音传到伫外邦，所以互外邦人咱看哥尼流，咱看迄个路底亚，咱看真侪这外邦的信徒，因为安尼才有机会来信靠耶稣最近我有落东石，就咱的淑卿姊妹伊老母因为91岁受主恩召伫遐先去因兜甲慰问，因为昨是开小会啦听讲个别礼拜延到4点外4点10外分因为肚还袂好势，所以我提早落我甲讲。因老母是对无信的家庭，然后嫁到因的家庭了，后来信主，信主佮带因的亲人伫遮来信主安尼所以足无简单。伫古早迄个时代要来信耶稣得到即个福气足无简单的。好亲像安尼，就是讲迄个天生的遮个野干仔的花伫接伫迄个老丛伫遮，就是讲对即个恩典的约，对族长。上帝伫这创世纪12章遐有对亚伯拉罕讲呼召伊，然后对上帝行，要互伊有即个福气，互伊成做大国，互伊的囝儿亲像天顶的星，亲像海边的山安尼，迄款的恩典来，咱来读这段圣经来，这个枝若有会压起来，也你本是山干仔。得到接伫因中间3甲分伫干仔的枝甲围接
原底是讲，我即个野干仔要对你即个长，伫遮来得到福气哦。总是保罗用即个着种，哇，因为上帝恩典，恁即马有机会来信主吼。因为你安尼初代信徒拢较安怎？咱拢会讲初代信徒拢一代清嘛，所以足热心伫遐来传福音，所以咱有看到咱中间初代信徒吼安怎？足热心，然后信主了，佮带人来信主。有当时看讲，即资深的基督徒安怎？较无迄个传福音的动力啦。所以意思是讲，将即个野干仔机甲接落，因信主了，因做个传福音来小可激励啦吼。讲较好听是激励，讲较歹听讲刺激，刺激即个老基督徒。哦，你也无咧读圣经，拢无咧传福音。其实上帝透过保罗伫遐写，比如讲，好，恁毋通因为讲初代恁做热心，带足侪人伫遮来信主，所以恁就安怎骄傲啦？恁爱知影讲，恁会得到恩典，是因为即个树长；恁来得到恩典，是因为即个以色列即个族长的恩典的约、应允的约，所以恁才会通伫遮来得到。所以恁即马今仔信主了后，虽然检测恁的信心搁较激励，搁较温群，搁较安怎伫遮来较无。总是莫因为安尼就讲恁这老基督徒吼，你有看阮遐个传福音，恁拢无咧传福音。保罗就是咧提醒讲，你也知影讲，迄个恩典的来源是对以色列、对即个族长的恩典，所以恁毋通夸口恁家己讲以后做到传福音安尼，搁较爱谦卑啦吼。好，第二就是讲，是迄个棍甲你吐的，过来是迄个树长伫遐咧，甲你安怎培育，伫遐培育所以毋通袂记，就是讲今仔日上帝接伫即个基内底接伫即个恩典的内底，若安尼你会通得到即个福气。遮个犹太人因为因毋信，所以因受压起来。今仔日嘛咧提醒讲，毋通因为安尼骄傲因受压是因为毋信，总是咧提醒有当时咱即马深信，有当时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会怎哇离开即个信仰所以嘛咧提醒讲，有当时嘛会亲像安尼离开即个信仰，无成去用压起来所以爱安怎爱细致啦毋通骄傲。所以遮就是保罗伊用即个野干仔甲即个干仔树。譬如伫遮咧提醒咱，讲这拢是上帝恩典，所以今仔互咱有机会接伫即个恩典的约内底。所以拄仔我讲，伊是上帝咧敬咱，毋是咱咧敬上帝，只不过是咱用信心伫遮来回应上帝所以透过救恩的计划，这会真奥妙。上帝用十字架救恩伫遮来救咱。当时的人看十字架是啥物？见笑牛王的记号，哪有可能用这？总是伫人看这牛王，上帝所予伊变做有智慧。然后上帝用啥物？讲互遮一些人，因为因毋信，因为因的毋信的关系，所以互咱今仔做外邦人的有机会来相信。这就是奥妙。然后互咱遮信靠耶稣的外邦人，伫因犹太人看是外邦人，咱信靠主了，咱热心即马福音对以色列咧传对无？对遐个较早福音的源头咧传所以有人就去以色列伫遐咧传福音。所以变做讲，咱因为因的毋信，咱得到救恩；因为咱的相信来激励因，来刺激因，互因会通有机会倒转来信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所以即个伫即个救恩的内底，就种上帝伊有一个心意，就是讲我要拯救恁到底。所以圣经讲，当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阵，就伊要差派即个弥赛亚伫锡安有拯救者，要伫遮来拯救遮犹太人、遮以色列。互因伫因的信仰顶面，永远会通得到即个弥赛亚耶稣的救恩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真奥妙的。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要安怎认捌即个恩典？今仔
真侪遮个是有第一代哦吼，第一代，因第一代要信耶稣，足无简单的哦。其中有一位吼，医生吼，因迄个先生伫去年吼，木桥咧是去年嘛吼，去年洗礼，洗礼时佫毋敢甲因太太讲，吼，这会使讲啦吼。伊昨昏伫迄个问道里已经有讲啊吼，因为安尼拢一两礼拜吼，偌久无讲话，你都吼慢慢啊信啊，莫遐紧啊安尼啦吼。真奇妙伫旧年恁兜拄五常就是圣别礼拜，牧师就是感动，就讲文成长咧去开车，奇怪牧师哪还袂落来？叫我咧甲医生咧分享，神奇咧斗分享即个福音。最后我问伊讲，即个福气你买无？伊伫遐答应，伫遐接受。所以后来就带囡仔来到教会上水学，然后伫遮来听福音。今仔日要洗礼，全家归主，2个细囝要小儿洗哦。所以因为木桥伊家己安怎，敢若听。看 YouTube， 人甲介绍来咱教会，然后伫遮较无追求。我只是讲驶公车前爱专心嘛，莫干那一直听迄个福音安尼吼，嘛爱专心吼。不过伊平常时真追求咧较无，这就是咧讲，有当时初信的比咱这老基督徒吼较热心伫追求吼。所以这是一个互相的激励，总是嘛，因为讲恁这老基督徒拢无要读圣经，拢无咧祈祷安尼吼。拄保罗已经咧提醒，毋通安尼骄傲自夸，所以咱搁较爱谦卑，你就会领受愈来愈侪，知影这个福气。所以人捌这个恩典吼互咱知影讲哇，原来会通用无共款的救恩，过去可能最近咧烧啥？烧妈祖对无？迎妈祖对无？叫因为这疫情的关系，终于就是安怎小可延期安尼啦吼。哇！但是咱知影妈祖的后代，大部分拢信主啊，知无？敢知？妈祖的后代，佫有一个做牧师。这个牧师是迄个牧师娘会爱叫高长，捌来咱遮讲道吴仲策牧师吼，过年有。等于陆国哥甲伊伫遐开讲安尼吼，所以伫遮咱看讲，念伊咱要看一段影片，互咱知影讲，咱拢有机会伫遮来认捌即个恩典的约，就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即个恩典是讲，你若信靠耶人，喙承认心相信，就会通伫遮来得到救哦。所以咱来看讲，要安怎进入伫即个上帝恩典得胜的管道，咱来看这段影片来。每年到的时候就会组队去参加这个妈祖绕境，那后面会让你心中很忧虑，就说，我试试拜了这个漏了那个，拜了这个漏了那个，那你会让你的心就一直都很不平静。我女儿就是她本来从小就是算是一个开朗的小孩，上了高中之后，她就是畏畏缩缩，然后比较害怕跟人群接触，会觉得活着没有希望，然后我半夜都会爬起来乱走，就是我的睡眠品质是很不好。然后我会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会跟我爸妈讲，他们就觉得说他们都没有看到，就觉得是不是我的精神压力方面有问题这样。我还是用旧有的方法嘛，到处去拜拜啊，到处去花钱去哪边祭改啊，听说哪个师傅很厉害啊，我就开车带他们去啊。这个情形并没有改善，它反而越来越严重。那时候因为刚好我太太认识晋级教会的新在小组长，就新在哥跟他的太太明伦加帮忙，然后做个祝福祷告。当时的区长就是学简哥跟他的太太美伦姐，也来帮我们做祝福祷告。那时候我觉得我被祷告的时候，是感觉我原本空荡荡的心被一股暖流所填满。然后我仿佛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然后各种人的祝福，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上帝想要告诉我说，我是他所造的孩子，然后这世上还有很多人爱我，他也非常的爱我，要我不要妄自菲薄，要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要爱自己。帮我女儿祷告完之后，后来明伦姐就跟我说，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权柄是父亲，所以父亲
要来做一个认罪决志的祷告啊。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讲白，我那时候根本是不相信说啊，小孩子这样祷个告就会好。然后在祷告到向耶稣认罪的时候，那时候我忽然就是心里有很大的感动，然后就整个人就放声大哭。以前我把所有东西都扛在那个肩膀的那个压力忽然就释放，然后我就觉得心里非常有平安。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说，这是我这辈子追求的一个信仰，说只要我女儿能够好，那我们愿意全家就马上受洗，信靠主，然后并为他所用。就是过了差不多3到5天，我女儿就慢慢的就恢复她原来的样式。后来我们全家就全部就是受洗，参加这些教会的课程，让我从一个比较焦躁，或是说觉得内心有就身上很大压力的东西，我学会了一个交托，把你心中的事交托给神之后，那你的心就会平静安稳。那这时候你的平安喜乐就会到你的心里面，那你就会觉得说，每天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以前我爸爸是佛道教，我妈是基督徒，然后我的话我是无神论者，对，所以其实我们家是很分散的，然后事情很常没有一个交集点，意见是非常分歧。那献主之后，我们就会一起祷告，然后凡事都求问神，然后我们相处时间也变多了，就会一起去主日，一起去敬拜这样，我觉得很开心。感谢主呢，把我们全家迷途的羔羊都寻回，让我们在它里面呢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出自己真正的价值。然后他会赐下那个恩典满满、丰富满满的恩典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家可以走在他美好旨意的道路上。过去伫生活中间，检测因伫因的生活查某囝拄到这个困难，嘛用无共款的这个宗教的方式参加这个妈祖的绕境，总是也无法度伫遮来得到这稳定。今仔圣经就是要甲咱讲，伫人生的困境中间，有上帝稳定，有上帝福气，要临到伫咱中间。所以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咱拄仔看讲对犹太人，即所领受上帝诚做竞选因诚做选民，今仔上帝嘛，是透过因竞选咱诚做伊的百姓。所以咱今仔洗礼遮的兄弟，今仔是恁属灵的生日，伫基督耶稣内底诚做新创造的人。所以当恁伫即个得胜，伫即个新的一个管道的时，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的关系，所以圣经甲咱讲，互咱捌讲咱有即个救恩，总是需要你用信心伫遮来踏出。所以今仔日咱看即个家庭，本来是乱糟糟，总是因为有即个信仰人脉，了因用信心伫遐会用全家伫遮来信主。阮若有看见全家信主。咱也看见今仔日有侪侪遮个要洗礼，邀请因的朋友来。我嘛要甲遮个朋友、遮个好朋友讲，恁今仔嘛是有机会会通得到即个救恩。所以对锡安、对耶稣的救恩，互恁会通得到。当即个老爸讲我认罪承认的时阵，你也看上帝的信息是公义，要赦免罪，要洗清一切不义。耶稣嘛，甲咱讲上后壁遮，咱做伙来读来。耶稣甲伊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耶稣提供一条通天的道路。有一天，咱会通借着耶稣倒转到伫天里的祖家。我去看苏青因老母的面容，放伫冰箱内底，无化妆，总是足水的，比化妆搁较水安尼吼。就是因为讲有即个救恩，当要临终的时阵，伊是足平安的吼。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用信心伫遮来回应，是上帝在敬咱。所以选择你的人生就是赢的人生，就是得胜的人生。选了若毋对，人生就是乌白的，是乌有的。所以咱免伫遮亲像保罗讲，上帝敬咱，我用信心来回应。总是这洗礼了是一个开始若定，
就是要帮助咱，互咱伫生活检测，你讲的话无随改变，但是慢慢伫遮来改变。你出喙就是讲造就的话，过去检测遐无好的语言、无好的话会对咱的喙讲出来，但今仔透过这信仰来帮助咱调整咱的生活、咱的生命，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来帮助咱，互咱特别看见这个新的一代，还是头一代，要来接受这个信仰，这是上帝恩典、上帝的拣选。我嘛要鼓励咱在座的这无道的朋友，耶稣嘛是在等待你，毋是在眼前啦，毋是讲好亲像讲较慢，毋是耶稣在等咱，日期满的时阵，伊才要过来。所以求主来帮助咱三甲来祈祷。主啊，你来就是要超找人，超找迄个还未得到救恩的人。你来就是要互阮得到活命，得到丰丰富富的活命。你来就是要为着阮备办一条通天的道路，有一天阮才会通借着你倒转去到伫天里的祖家。愿主你祝福，互阮这要洗礼的兄弟姊妹，包括这两位细囝，坚固因的信心，用信心来回应你的警调。今仔日透过领受恩典，也互因活出伫生活中间好的款式，来祝福因的亲朋好友，有机会来同伫这个福气，也激励阮这个已经是常常咧敬拜的基督徒，来激励阮好好伫这个世代来分享福气，活出主你的生命。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吟圣诗，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咱坐咧吟，来请要洗礼这8位来到伫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的人，就是囡仔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彼得迄时有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
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师，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恁斟酌听吼，斟酌听来应答，有也是无安尼。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有啊无？阿嬷吼，99岁互伊徛咧，然后99岁才有这个恩典，好不好？占卜师，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这是上帝恩典，也要透过你的得救，来祝福搁较侪遮的囝儿孙、甲熟悉的人，互你成做上帝要使用的祝福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免。阿免。来，宣玉。其他就来跪在这边哈。黄宣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充满你，透帮你得到自由。互你头前有灿烂的人生，也要因为你得救，全家来得救。互你所做的有主祝福、保守看顾，靠耶稣的名，阿免。叶嘉诚，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你得要伫耶稣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也上帝要赏赐恁有新的产业，进到恁的家庭。你也要伫即场成做光、成做盐、成做上帝祝福你的朋友、同事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免。赞美。真赞美！我用主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甲你三同在。叫人无看轻你家己，是要成做侪人好的模样。伫你的言行举止，拢要成做别人的祝福。主上帝要透帮你，互你伫头前的道路，拢行伫恩典的道路。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
陈立阳，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要使用你的恩赐，来引带搁较侪青年人，伫遮来认捌伊的救恩，互你所领受的恩赐，互上帝得到荣耀，互你满满的恩典，因为你会当带搁较侪青年人来同伫福音的好处，靠耶稣的名，阿免。陈启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透帮你，互你的灵得到自由，互你来通成做你家庭的祝福，互你所接触的，甲你的未来，拢有主来保守看顾，互你所做的拢会通行通顺利，靠耶稣的名，阿免。柯医生，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圣神要赏赐你有智慧，面对恁双方的家族，恁全家要成做恁双方家族的祝福的管道，也使用你来祝福搁较侪你的至亲好友，互你有智慧来教育你的细囝，互因将来会通荣耀上帝的名，靠耶稣的名，阿免。张春静，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主使用你后壁人生，成做福气的人生，互人得到福气的管道。愿主赐你，因为你一人得救，也要互你全家拢得到福气，靠耶稣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神的约的恩典，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你的恩典，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来得到，是用信心来回应。因为你的恩典甲选调拢无后悔。愿主来祝福分别者的兄弟姊妹的罪性，互因会通因为领受主你的福气。互因领受属天的权柄、智慧，也会通成做亲人朋友祝福的管道，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伫遮请向后转，咱要来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感谢。
咱来请这熟龄的谈判来纯进对阿嬷开始了哈，来请秀梅姐哈，来伊新妇啦哈，来挖过来哈。咱迄个就是站在前面了哈，请你们就是后退一点点，站一排后退一点点没关系哈。哇！这应该是咱教会上年长洗礼啦吼，感谢主，伊先坐啦吼，阿嬷先坐吼。来，过来，咱对宣义这边好啦吼，对宣义来请慧清吼，大家站在前面哈。好，现在嘉诚哦，来往前面站哦。这种鸿海的员工了哈，这是萧敏哲哈，萧敏哲的这哈演出哈，总是萧敏哲今仔有代志，所以请陈敏哲代替安尼啦哈，因拢鸿海哈，拢鸿海的员工来。上面像维恩啊，花给他，不要挡住脸哦。还有，等一下再送好吗？好，现在是属灵的同伴哦。好，陈立阳加游信启好，我们齐婷我们请听了。口罩要不要呢？好，玉山我们请嘉瑜。好，纯净我们请丽英好，请我们来go。等一下，我即马介绍啦，要送的那送了。好来，从来阿嬷吼，这江碧珠姊妹吼，伊囝儿孙。亲人拢徛起来，站一些伫楼顶，对啊。这99岁还阁做精神感谢主来，宣义的亲人宣义的亲儿子伊囝甲朋友。来徛起来，好，请坐。来，嘉诚嘉诚的家人太太来个欢迎。上帝赐福请坐。
好来啊，那个善美的朋友啊，6人啊，哦，哎，不止6人，哎，好，要送就赶快来，来，有啊，来看看后面，看后面，看镜头，看镜头。咱一人得救天顶吼，地上拢欢喜啦吼。好，咱介绍溧阳的舅公舅阿金爸爸妈妈伫遐吼。来，来，还有一个吼，还有一个就是。迄个丽娟姐，对不对？也叫你阿姑嘛，这咱的部队友来甲相认安尼啦吼。好。再来齐婷齐婷青年。对，都是他的家人啊。来，13也全家也先生2个小囝。好，春庆节的囝儿后生伫遮来，这嘛拄啊新婚无偌久感谢主。好，咱搁一拍鼓来祝福请回座。请回座。咱礼拜所有的小员牧者团队，搁有咱受洗的，要伫遮做伙翕相所以礼拜煞了，请咱毋通离开。这是要来。唱圣诗354首的第3节、第4节，要来做信仰告别。阮得的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主宰。这徛伫咱的面前，是过去伫印尼伫教会已经有受洗，伫他教派，伫遮要加入这大家庭来做信仰的告别，通接纳成做家人的陪参会员。主所听的詹秀荣，你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他教派来做会友。上帝恩典也互你搁较亲信。当你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要承认早前你所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归属这个大家庭，献家己互上帝，重新来立约。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恁囝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诚实应答我所要问的，请你注意来听，来大声来应答，注意来听来回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有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
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你已经受洗，这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接纳阮无共款的种类，伫你面前来领受救恩，也互秀荣姊妹，伊虽然伫印尼遐来成长，总是有机会来到台湾，伫遐诚做印尼的华侨。主，你有愿听伊，你也互伊伫迄个神的顶面来坚固，来委身伫嘉南即个大家庭，愿主来祝福，互伊所做会通得到满满的恩典，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向后转，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所以咱面对这新冠肺炎咱要做防疫的措施啦来秀荣有亲男儿伫遮迄个桂梅姐今天没来有咱的会友来引带伊来咱个人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来，咱拍拍甲伊祝福。咱来吟圣诗352首，第一节、第5节，咱要来举行小儿的洗礼，请爸母带细囝。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7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你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还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当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也着伫上帝甲正的面头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搁一遍恁来誓约请注意来听，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要安尼行无？有啊无？
愿主上帝来祝福恁，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这个约。林玉成，我用水甲你行洗礼，用水跟你施洗，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你有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充满你，互你对细汉到大汉都有上帝的使者保护看顾你，互你大汉的时阵也坚固你家己的信仰，到你主耶稣过来时，靠耶稣的名，阿门。林玉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充满你，甲你三同在，有属天的智慧，你的智慧充满，也互你一世人伫上帝恩典无离开，也互你会通成做你的同伴，一个祝福，靠耶稣的名，阿门。照耶稣的命令，这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当这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三甲祈祷。主，你爱细囝就近你，你爱细囝的模样真做阮的学习，因为要入天国，爱亲像细囝的样式。愿主来祝福，互玉成一心，伫细汉到大汉，拢冒上帝的恩典，无离开这个信仰，直到因家己来入约，来坚信，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咱小朋友没有礼物，上帝的恩典就是最大的礼物哈！来转过来，我们再次拍手哈！哎哦，说没有礼物，马上有，你看哦。好，请回座，感谢主。咱做伙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准备甲主同齐，就来领受圣餐。主耶稣基督名，欢迎今仔属于教会陪参者做伙来守主的圣餐。
如果咱中间若是还未洗礼的、伫无道的，我是鼓励恁会当用信心来回应，早一日来领受伊的救恩，暂时莫接受这个圣餐。伫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咱兄弟姊妹，请来听主耶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平安甲喜乐，甲恁三甲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伫遮祝谢咱学伊的款式，做伙来感谢来祈祷。主，你是替阮牺牲、拍破的石盘身，互阮通立伫你内面，互阮有过犯的会当因为主你的保护来清气，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前，来得到永远的福气，会通伫生活中间得到快乐帮助，伫基督耶稣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一切拢要变成做新的。愿主所分别这杯甲饼做成。清气阮，特别互阮有平安来面对这个流行的瘟疫。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来服侍。你摕到饼、摕到杯时，你家己会通伫遮来祈祷，求主的保护来清气、洁净。咱摕到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咱将饼落伫这个塑胶袋内底吼。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用感恩的心来纪念耶稣。这个饼代表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来牺牲，葡萄汁代表耶稣的保护。过去咱用精神的流血来代替咱的罪，总是无法度洗清。主的话讲，看上帝又搁除去世间人的罪，伊的保护来清气咱。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这的时，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这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毋知咱中间有陪餐会员未摕到杯甲饼无？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基督会所设立的。咱特别食、特别啉的时，用感恩的心做来领受，做来。恁逐遍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伊的福气临到恁。请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分别即个杯甲饼做成，也互阮伫即个行行的世代，拢有即个平安，甲你的盼望，会来面对阮人生的困境，有你教业恩典，带阮行天路，会当直到见主的面。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即时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感谢来表达你的感恩。
听到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伫你内面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高享受耶稣基督救阮性命的救主，然后伊的保护，赦免阮的罪过。求主互阮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伫教会里内底会当彼此来相听，为主做光做盐。伫遮，阮献上阮的时间、才能甲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主干纳。阮的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一个名求，阿妹。请坐。咱只是要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来欢迎头一面伫咱中间做来做礼拜的兄弟吼汪林佩玲姐妹毋知伫倒位，来请你徛起来汪林佩玲姐妹愿上帝赐福晚上的时候第二位是陈小强，还在后面咱给欢迎。其他拄啊有来参加的新来的这个朋友，请恁搁徛起来OK， 那个朋友还有第一次来嘛第一摆有第一遍来好，请坐。那个也送给他们好，那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咱念伊礼拜结束，请咱这受洗的洗礼兄弟姊妹来头前要甲小员、甲牧者团队夫来做伙翕相。今仔日咱有举行第二次的圣礼典洗礼信仰告别小仪式已经有举行请咱继续为因来祈祷。圣乐组崇拜部圣乐组要培养这个司琴的人才。咱为4月7日开始有10堂课，有3位老师嘉瑜、嘉珍甲新民3位老师1对1授课。费用每人是4000块，教会补助一半会友子女优先报名请来接协这陈秋如长老。花卉小组咱的插花演习班初阶对4月11到5月30你若有兴趣要报名，对今仔开始满10人就开班详情请看公布栏。咱3月15开始有熟龄家长的训练伫7楼701教室讲师是3位牧师牧者。请咱中职小组长核心同工鼓励已经受洗有热诚这信心的组员来报名。若有上过要来复习的，请你早你家课本。若要报名，伫1楼公布栏伫遐来登记。咱伫109年度的合作社的团体险已经到期要续约的伫3月15到伫3月15截止。若有意思的来接洽合作社办理。具体消息，第7组业友们姊妹伫2月22蒙主文调安息主怀享年78岁，定伫3月14号拜六早起9点伫中立的伊甸园来对阮厅举行入念礼拜以及一寡遮个个别的事项，请咱为着遮个遗族伫遮来代祷，愿上帝来安慰。咱来祝福这个3月有生日的3月生日了，请恁徛起来来，3月生日的，来咱甲伊唱生日快乐。3月，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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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甲因祝福来。咱做来祈祷，做来感谢，奉主的名来祝阮的兄弟姊妹3月生日的寿星，生命对你来，你所享受的生命是要互阮活得更加丰富。祝福这个兄弟心心灵勇行灵魂体形成，熬做主的工，领受恩典满满，也成做你恩典的管道甲出口。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读咱对后礼拜开始吼，因为昨个小的决议面对这个流行的瘟疫的问题吼，所以对后礼拜开始，咱主日的爱餐暂停吼，暂停看迄个疫情安怎会改善，咱哪个公布开始安尼吼，请咱体谅吼，因为咱记者嘛咧敲来咧问讲恁爱餐有停无安尼吼。所以咱避免有这个感染的机会所以请咱大家体谅咱来读金句来读2遍。祈祷现的面若是圣，就归干也是圣；君若是圣，就基也是圣。罗马书16章16节。祈禱現的面若是聖，就歸神也是聖。君若是聖，就基也是聖。羅馬書16章。请咱做伙来吟上言，圣诗第390首。吟诗带咱请